宣调，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姐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伊无轻看。伊现在请大家陪伴好咱的心，咱们做三角的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用所听的独生囝，最后所基督的宝血，来赎回阮遮的罪人，来归向你，求你用大力的疼痛，互阮来为主来活，互上帝来引带，甲掌管阮的心。每当阮经历到危机的时阵，恳求你来保护着阮，话通伫所有这个试炼中间，互阮得胜有存，也保守着阮，常常惦伫这个圣洁生活的平安甲喜乐中间，互阮永远来听你，来侍奉你，直到永永远远。但阮这点。我也要继续为着台湾来祈祷，因为根据中央社东京综合外电的这个报道，美国的国务卿、国务院亚太助卿康德先生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这个访问的对话，伊讲美国。望台湾海峡会当维持和平稳定，伫这个政策的顶面是无有所改变的。而且美国也反对这个片面的这个改变现状的这个行为，因为真侪日本人对台湾的情况感觉到非常的忧伤、担忧，甚至担心可能会发生这个战争。总是康德先生，伊讲，美国的确对中国为强化实施这个压力，采取着这个挑衅的这个行动，真是中共的飞机频频来装入台湾这个防空的识别区，嘛有一寡这个台湾
某一个退休的这个将官，伊来咧帮这个中共伫出声讲话，伊讲中国的军机因有权伫咱台湾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空中防空识别区来巡航，这款的这个谬论啊，这是种亲共的这个讲法。所以康德先生伊讲，美国着采取的应对的作为是真清楚的，因为美国为持守伫明定对台湾所提供协助，这个台湾关系法来尽先尽义务，并且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提供军力。这也就表明中共拄咧准备要使用武力来侵犯台湾海峡的安宁。那么，这个文攻武吓最主要目的，乃是要引起台湾民众这个惊吓，并且要来削弱对台湾领导政府的信心。虽然这点，咱全国的百姓以及在各政党团体应该都要一致团结起来，谨慎祈祷，听候上帝公义的领导。咱根本无需要大费周章来为着公道来浪费台湾真宝贵的这个资源。甲今仔日，咱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恳求主你来人民院，互今仔日所有参网络礼拜以及实体聚会的乡亲兄弟姊妹，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光，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接这上帝要所的这个管道。但现在恳求主先来洁净罗卜的水，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一个蒙恩，一个主日，让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38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去一个庄头，有一个名叫做马大的妇人人接待耶稣入去因厝。马大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来听伊的教示。马大因为接待因代志多，煞心肝乱糟糟，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姊妹放我家己一个伫无闲，你兼不得要紧，就叫伊来，甲我斗骹手。毋过主因讲：马大啊，马大啊，你为着代志多伫操烦。毋过所需要的，干那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好的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这是上帝的话，
紧来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学老，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心充满，心充满，心充满，充满你我心。大肉，大肉，大肉，大肉三。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心充满，心充满，心充满，充满你我心。大肉，大肉，大肉，大肉三。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心充满，心充满，心充满，充满你我心。大肉，大肉，大肉，大肉三。真好，哈利路亚！上帝真好，哈利路亚！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God is so good， 哈利路亚！God is so good， 哈利路亚！
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God is so good, hallelujah. God is so good, hallelujah.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Xin Trung Hoa, hallelujah. Xin Trung Hoa, hallelujah. Xin Trung Hoa, Trung Hoa đi qua gì. Takaro, hallelujah. Oh, Takaro, hallelujah. Oh, Takaro, Takaro, He's so good, hallelujah. God, He's so good, hallelujah. God, He'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Xin Trung Hoa, hallelujah. Xin Trung Hoa, hallelujah. Xin Trung Hoa, Trung Hoa đi qua gì. Takaro, hallelujah. Oh, Takaro, hallelujah. Oh, Takaro, Takaro, He's so good, hallelujah. God, He's so good, hallelujah. God, He'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Xin Trung Hoa, hallelujah. Xin Trung Hoa, hallelujah. Xin Trung Hoa, Trung Hoa đi qua gì. Takaro, hallelujah. Oh, Takaro, hallelujah. Oh, Takaro, Takaro,各位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如果主要说今日这个时阵伫遮，你敢若会当互伊食物件，那么我请问恁，你会互主要说什么物件呢？咱的主要说，敢会甲你讨钱嘛？咱的主要说，敢会甲你讨福势嘛？伫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有一个实际的故事伫甲咱讲。主要说伊想要什么？所以咱大先来看这段圣经章，看发生了什么代志。这个故事是发生伫这个伯大尼。主要说最后一摆拜访这个马利亚，
甲入扫罗的厝，因为过几工，咱的主耶稣就被受掠、受审判，钉死伫这个十字架顶。那么主耶稣伫受难以前，来到最亲近的家庭来做人客。马大伫厨房伫无用，伊伫准备这个餐点要来招待贵宾主耶稣，因为心过无用，心内就非常的混乱，通讲是乱糟糟的。所以伊就质问主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互我一个人做这个代志，你敢无快意？你不介意吗？请你来帮赞我吧。你敢无怪伊来，互伊来帮赞我嘛？马大伊真正听主耶稣，伊嘛真有服侍主耶稣，互伊有这个成就感。马大用食物来服侍主耶稣，总是伊那亲像过头在意伫这个厨房服侍的这个成败甲得失。伊所袂记哩独只有主耶稣，才是这个服侍的主角啊！咱看到的就是上帝囝主耶稣，就坐伫马大厝内这椅仔顶，总是马大确实表现无欢喜的这个面相。伫马大的细目内底，一切所需要这个答案，就坐伫伊的厝内啊。总是马大呢，伊所伫遐咧受气。主要说来遮是要来祝福马大伊个厝的。有真侪家庭拢需要主耶稣去拜访呢，咱的主耶稣伊选择来到马大的厝内。你可能会认为讲，主耶稣嘛真有可能对马大咧受气，总是呢，实际上确实无，因为主耶稣心内对马大有一份极其深的这个疼。咱来看第41节，伊对马大讲：马大，你为了遮尔多代志，在想到这个烦恼搅搅嘛？如果你若详细去查考这个圣经，每一摆主要说你叫某一个人的名有2摆的时阵，就一定是代表着有某种重要意思伫内面。譬如讲，扫罗，你啥事来逼迫我？主要说叫你的名若2摆，就是意味着有2项代志要发生。第一，伊要对你有一极大的这个疼；第二，伊要严甲你讲真要紧的代志，所以咱都要详细来听。主要说对马大的这个严的责备，是对伊心内发出来，对马大极大极深的这个疼。伊讲马大，你为了真侪代志，你考虑，你烦恼，做是袂当欠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是袂通夺去的。伫这个世界上，有真侪在看虑教会事工的人，因虽然是在服侍主，毋过因的心却无伫主的身躯顶。上较歹的就是讲，即种的担忧甲看虑，会变做一种的受气。请咱想看觅呢，上帝的囝伫伊厝内做人客，这是互人真兴奋的代志啊！马大不但无表现这个无欢喜，也无感恩的心，佫是发起这个脾气来。所以甚至马大伫责备最后所讲，伊讲吼，公主啊，兼讲你这点啊，拢无在乎我的感受嘛？我为着你做遮尔多代志，我的小妹出无要来帮衬我，还佫坐伫你的脚前，你敢无看到吗？所以马大伊将服侍的重要性放伫服侍主的以前。这个服侍，互伊注意到，无搁再是主耶稣咯。因为开始在受气主耶稣。讲较歹就是讲，
马大袂记伊所受起的对象是要互伊生命气息的这个上帝啊。所以当你服侍上帝时，却无专注伫上帝身上，安尼会引起咱借着这个服侍去伤害着别人，去控制别人，甚至利用着上帝要来推动我家己的这个事工。但故事还袂讲煞哦。故事另外一半的主角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当时伫做啥呢？伊无伫服侍呢，伊无伫教示人呢，也无伫为着人祈祷，看起来一动拢无伫做。伊就是安静坐伫主耶稣的脚前，伫听主耶稣讲的尔定。玛利亚虽然坐伫主耶稣的脚前，伊却无讲半句话。就是你通看见，玛利亚却是看到主的眼神。玛利亚伊的眼神，咱像是对甲主讲：主啊，你互我坐伫遮，通听你的声，我就满足了。就是这个故事，还佫另外一个讲法吼，你会发现到，主要说嘛是额头伫看玛利亚呢。主要说伊的心，对着玛利亚的心讲话，讲你愿意坐伫遮听我讲话，对我来讲嘛是真重要呢。我毋知影吼，今仔日伫教会内面，也是咱伫看这个视频头，这兄弟姊妹，有偌济人亲像这个玛利亚这款的人。玛利亚伊并无讲是要对上帝来得到什么物件。玛利亚伊嘛无拍算讲要先急来做使徒。玛利亚嘛无求伊的属灵的恩赐。玛利亚嘛无求讲伊要得到医治。玛利亚嘛无求想要得到改善。伊啥物拢无求啊！伊嘛无安尼假善假德，借着主的名义去指挥伊的姊妹，也是四周的人去做什么代志，拢无。玛利亚确实真快乐，只因为伊通坐伫主耶稣的脚前，伊就心满意足。这就对伊来讲就够了。但今仔日伫教会内底，咱通入捌几个玛利亚呢？主要说对玛利亚有一个评语吼，咱来看42节，伊讲总是袂通欠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是袂通夺去的。如果主要说今仔日嘛伫遮，我相信伊真有可能会问咱讲，咱是毋是将咱的生命创啊太复杂去啊？伊讲玛利亚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伊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好过马大为着主的备办宴席，好过生命中一切这个事物。伊玛利亚选择的是一份袂通欠的、上介好的，人永远无度抢去的这个部分。所以有的人为着生命中真无容易去掌控的人事物来拍拼，有的人却努力去经营这个人脉，希望别人会通对伊较好。有的人是为着经济环境的安全感来努力，有的人是为着要建立维护家己的名誉来努力服侍。总是这个物件真紧拢要过去，也无法度带入去这个天堂的。总是呢，就伫遮，最后说会提起一项代志。是袂消失的，这个就是玛利亚所做的选择。伊比世界任何人搁较聪明，所以伊比什么人搁较快乐。上帝咧教示咱，即为伊的同在安合内底，毋是习惯性安尼无用，安尼戆戆啊伫做，总是嘛毋是简单，只有是安静尔定。乃是上帝伫倒落。我就伫叨位，有时阵上帝是静静啊，无出声；有时阵伊是咧医病赶鬼；有时阵是咧平静这个风险。咱来学习的就是晓落家己的工，通即类伊的同在的安歇，来看上帝至权、威严、主权的这个作为。请恁想好卖咧。
这个世界上有啥物是你永远通拥有的？有哪一种是你绝对袂失落的物件嘛？你检查会失去你的健康，你检查会失去你的财富，你嘛有真有可能会失去你最疼的这个亲人。伫一生中间，你所拥有的，你拢总有可能失落去。总是玛利亚伊所选择的是永远袂失落的物件。但玛利亚伊所选择是甚物呢？伊选择的就是享受上帝。伊坐伫上帝面前，单单地享受伊。当然，今日坐伫这个所在，伫听赖萨牧师的这个视频的这个讲道，毋知恁也有即款的想法？我要好好来享受上帝的同在嘛，啊是讲我要来感觉到上帝伊的疼嘛，啊是讲我来好好来听上帝的声音嘛，毋知有几个人会当安尼想？最后所讲，这就是迄个袂通欠的一项代志。伫咱服侍上帝以前，咱爱先学习要如何来享受伊。对上帝服侍，毋是这种的责任感，嘛毋是这种的义务。咱对上帝服侍，应该在对咱对上帝这个享受称出来、流出来，满满这永久的大喜乐。如果你若认为讲玛利亚无愿意服侍上帝哦，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这个时阵，咱的主要说，若爱玛利亚去厨房帮赞，我想伊马上会去的。总是当这个马代伫厨房内底，伊嘛真困扰呢。这个玛利亚感觉真 confuse， 袂通理解。伊阿姐的行为啊，讲马代啊，主直着一只呢，啊你来挡伊条人离开伊呢，去厨房家己你无用呢。咱今仔日嘛毋知影最后所会来呢，伊有可能无要搁再来咱兜咯。实际上确实是安尼无毋对，这个是最后一摆来拜访马代甲玛利亚的主。玛利亚伊会讲我会每日来侍奉伊，除非伊叫我离开伊的面，若无我绝对无要离开的。有一个比麦克牧师，伊捌讲一句话，讲一个热爱上帝的人，会较强过爱工作的人。伫遮的重点，毋是你做这个服侍甲安全的比较。有真正人在服侍上帝，却无法度去享受上帝啊！这真正会通享受最后所基督的人，才会通转变咱的服侍，或者服侍成做一个喜乐。啊，若无你会真艰苦。所以真正享受最后所基督的人，才会当互咱的这个服侍时，来刷掉咱心中的这论断佮无爽快。保罗通伫这个家内底，互人白骹白手，佮互人拍甲半小死，头破血流，总是保罗伊犹原感觉到真喜乐。伫半暝吟诗学了上帝，因为伊对伊来讲，上界重要是伊是咧享受上帝，并毋是咧服侍上帝。所以我相信即款的代志，将来要发生伫咱的身上。咱过去迄种的这个教会模式要改变，上帝要将迄份对于囝儿强烈的热爱来灌压落来，互咱伫这个启示中会当去看到上帝荣耀甲尊严。所以伫这个服侍甲崇拜中间，咱所面对的这个挣扎，有部分的我是玛利亚。是要好好来礼拜，总是有另外一部分的我，却是这个马代，总是有这无用的代志，做不了的代志。所以咱就爱要安怎做，才通将要做的代志做了，佮通得到迄个上好的福分。最后说邀请咱去认捌伊，甲耶稣建立这个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来信耶稣真正好。所以最后说接受咱的本相。毋管是亲像马代，还是玛利亚，
也是两者的混合。马大马利亚，伊互咱生活伫即个马大的世界中间，也想出咱有玛利亚的心。毋管咱是亲像马大迄款的好代志，安尼足咧走，也是亲像玛利亚迄款欢喜，真爱去做礼拜。最后所拢就互掉咱甲伊建立即个亲密的关系。但今仔日伫教会内底，真侪拢是亲像马大即款的人，真少有亲像即个玛利亚即款人呢。伫咱的生命内底是充满着真侪只个次要的代志，无要紧的代志。咱的活命中，拢有即个马大甲玛利亚，有马大辛苦着磨的时阵，搁较需要是为着要得到上好的福运，咱就要放落咱的工作，互低半的心来亲近主的安静，听候主的面前，来享受即个上好的福运。那么咱服侍优先次序是啥物？服侍主、亲近主，拢是真需要的。咱上个算是处到这个平衡点吼，这个 balance， 这个平衡点咱来处到。最后所以讲有一件未消失的代志，就是玛利亚所做这个选择。阿免。回应诗歌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我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踏志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我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踏志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
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我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十指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我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到指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我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十指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我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到祈求。
快乐快乐，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日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日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活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当祈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活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提起我的烦恼，我当祈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日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再一点，同心压头三角的祈祷。亲爱的宝贝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我对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原做来思想一件袂通欠的代志。对今仔日世界中间，阮知影，伫这个服侍到崇拜中间，阮所面对的这个征战，部分的我是玛利亚，是要好好来做礼拜；总是另外一方面的我，却是马大，总是无完袂了的代志。啊，阮着怎样做，才会将阮着爱做的做完，佫会当得到上好的福分。啊，最后所邀请我来敬拜伊，通甲伊建立这个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最后所以接受咱，阮本身的这个本相，不管是亲像马大，还是像玛利亚，还是两者的全体马大、玛利亚，伊拢互阮的生活在这个马大的这个世界中。也说出阮这个玛利亚的心，啊，阮不管是亲像马大一样好代志足去走，
也是亲像玛利亚迄款欢喜爱礼拜，最后所拢好调阮，甲伊来建亲密的关系。但今日伫教会内面，有真侪拢是亲像马大即款的人，却是真少有亲像玛利亚即款的人。伫阮的活命内面，却充满着伤过侪即个次要的代志。阮的活命中拢有即个马大甲玛利亚，有马大温困付出的时阵，搁较需要为着要得到上好的福分，阮就来放落阮的工作，互阮的甜薄的心来亲近主，安静伫主的面前，来享受迄个上好的福分。但阮服侍优先的次序是啥物？服侍主、亲近主拢是真要紧，所以阮需要得到这个 balance， 爱取得这个平衡。虽然所讲，有一件未消失的代志，迄个就是玛利亚所做的选择。所以，阮伫这个末后的这个日子内面，阮有较爱谨慎来祈祷，去宣扬天国的福音，而且备办好家己，来听候最后所期待再来的日子，阮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这点。罗牧师要甲恁祝祷，我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最后所基督的恩典，圣神不会使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孩子同在，伫到记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的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咱今日实体的礼拜以及网络礼拜，到这就要过一段落。望后回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相见面，愿被上帝来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唤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孝心，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唤你。